Dewjawai tusa kajaman-jaman makai jinana suribat sakatu chua kajaman-jaman aurita supuin kainua cemas imazai toa irimia suratan imazai toa sepatya puluh katu una makayan imazai toa itakaran patudu 10katu waruakaran耶利米书46章1节到28节，埃及在加基米斯受挫。上主向我提起有关列国的事，关于埃及，他提到埃及王尼哥的军队，在耶雅敬做犹大王的第4年，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幼发拉底河附近的加基米斯击败。他说，埃及的军官发力，准备盾牌，束装上阵，套好马鞍，骑上战马，排起队伍，戴上钢盔，磨砺枪剑，穿上铁甲。可是上主问我看见什么呢？他们惊惶退却，他们的战士溃败，拼命奔跑，不敢回头，周围充满着恐怖。最会跑的也跑不掉，连战士都逃不了。在北方幼发拉底河河边，他们都覆灭瓦解。向尼罗河上涨的是谁？向江河泛滥的是谁？是埃及向尼罗河上涨，向江河泛滥。埃及说：“我要上涨，淹盖大地，我要毁灭城镇，消灭居民。骑兵冲锋，战车突击，派遣大军上阵。古时和弗人带着盾牌，利底亚人拿着弓箭。这是至高上主万军统帅的日子。今天他要报复，今天他要惩罚敌人。他的宝剑要饱尝敌人的肉，痛饮敌人的血。今天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要在北方幼发拉底河边把敌人当生祭。埃及人啊，上基列去吧，到那里去找膏药。你所有的药品都无效，没有良药能医治你。列国听见了你的丑闻，大地回响着你的哀嚎。战士跟战士相撞，他们两败俱伤。尼布甲尼撒来访。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进攻埃及的时候，上主对我说话，他说，要在埃及各城镇宣布，在密朵、挪佛、达比利宣布起来，准备作战，战火将吞灭你的一切。你们的大牛神雅比士为什么扑倒？是上主把他击倒了。你们的战士覆灭瓦解，他们彼此说：“起来，回老家去吧，回到同胞那里，掩蔽敌人的刀剑。给埃及王取一个座号吧，叫他坐失良机的吹牛王。我是君王，我的名是耶和华万军的统帅。我指着我的永生发誓，尼布甲尼撒来犯的大军要向高过群岭的塔伯山，屹立海上的加密山。埃及人啊，要捆好包袱，准备逃亡。挪佛要变成废墟，人烟绝迹的荒地。埃及像一头肥美的母牛，被北方飞来的牛蛇攻击。他的佣兵像牛栏里的小肥牛，个个转身逃跑，没有一个挺身作战。他们遭殃的日子来了，他们受惩罚的时候到了。敌人逼近的时候，埃及逃窜，像蛇发出嘶嘶声。敌军用斧头砍倒了他，像伐木工人砍倒树木，捣毁树林。他们的战士比蝗虫还多，不可胜数。
埃及人蒙羞受辱，他们被北方的人征服。我上主这样宣布了。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说，我要惩罚底比斯的神明亚门，也要惩罚埃及以及埃及的神明和君王。我要把埃及王和所有投靠他的人都交给想取他们性命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他的军队。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埃及要像昔日一样有人居住。我上主这样宣布了。上主要拯救他的子民，我的子民啊，不用害怕；以色列人民啊，不要惊慌。我要从那遥远之地，从你们流亡的国家把你们抢救出来。你们要返回故乡，安居乐业，无所恐惧。我的子民啊，不用害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我要消灭我放逐你们去的那些国家，但我不消灭你们。我要照你们应得的管教你们，不会灭绝你们。我上主这样宣布了。哀求开诺怎么？Satu cu sinan apuro开嘛在多都十不个多比较个人。我的子民啊，不要害怕；以色列人啊，不要惊慌。我要从那遥远之地，从你们流亡的国家，把你们抢救出来。你们要返回故乡，安居乐业，无所恐惧。耶利米书46章27节。Satu cu zaman sini pupatarwan夹缝中的希望。Masih段是selapai段吉那komandan伊若不让而然。埃及好像以色列的保姆，每当以色列人遭遇困难，总是抱着埃及的大腿。例如雅各的时代遇饥荒，因约瑟在埃及当高官，雅各举家迁入埃及，得以衣食无缺。但好景不长，以色列人沦为奴隶，命运都操在埃及人手中。面对逼迫、生命被剥夺的危机时，他们呼求上帝，上帝就出手拯救，正是出埃及的故事。而当犹大国遭遇巴比伦的攻击时，耶雅敬王为了摆脱巴比伦，也寻求埃及的帮助，但此举并未让他们得保全，反而沦为埃及的附庸，甚至最后仍被巴比伦歼灭。至于拥有强大军备、自夸如尼罗河上涨而掩盖大地无人能逃的埃及，当上帝展开审判的行动，终究不堪一击。在先知耶利米宣告上帝审判埃及的讯息后，耶利米书作者刻意留下上帝将拯救他子民的讯息。在列强皇室遭灭国的处境中，人们将看见希望，犹如在幽暗山洞的夹缝中看见亮光，导向获救的盼望。在应许中，上帝也宣告他的子民将不再活在恐惧的阴影下，他们将从流亡之地回归故乡，他将拯救他们。这个应许对于因不听从上帝而受管教、经历亡国被掳的以色列人来说是很大的恩典。有句俗话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透露出人在世上要找到值得依靠的对象并不容易。那么谁是真正值得依靠的呢？在耶利米书中不断释放一个信息，就是要忠心依靠上帝，唯有上帝是最可靠的保障，是给予拯救的盼望。精良的武器装备、雄厚的财力或广大的行销，不见得能带来稳妥的生活。
唯有坚定信靠上帝的允许，并顺服上帝的旨意，走在真理的道路上，才能经历上帝的保护。如同先知所宣告的：我的子民啊，不用害怕；以色列人啊，不用惊惶。不要惊惶，我要在那遥远之地，从你们流亡的国家把你们抢救出来。你们要返回故乡，安居乐业，无所恐惧。耶利米书46章27节。近年，中国不断文攻武吓台湾，在国际各种场合打压台湾，不时与军机、军舰绕行绕台，企图制造紧张与对立的冲突，打击台湾人的信心，且不时发动网军散布假消息，扰乱认知。今日台湾的处境犹如当年犹大国被强国皇室的情形，但在此危机中，我们不需要一面向敌国讨好、委曲求全，而是要确信自己的身份，不断壮大实力。虽然犹如在夹缝中求生存，也将面对许多挑战，但只要努力朝着射向缝隙的光，总会找到出路。上帝就是那光，永远都在。Sini tu so kajaman-jaman sini pupatarvan sini pada zakatantin 夹缝中的希望。Satu tu sini pagi ini menemukan 在摇摆不定的时代中，我要靠向谁？谁是我真正的依靠？Sini tu so kajaman-jaman aruja kigalui na kinumnum latina nagamalu kinumnum ayakanapa samarau kai nuli。在历史中掌管一切的上主，求你帮助我在各样的困境中依然依靠你，使我在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机会的处境中，能透过你的话语得到启示引导，如同在黑暗中看见光一样，心存喜乐和盼望。奉主的名祷告，阿们。Mali tu so kajaman-jaman nama kajina misila selang sumupu kilarai toa sini pada jeka tenu takama tu so kajaman-jaman saka kumali nama taino aja sisrapai kumali susubuntin toa rui ma chaitin lakwa na kuyu ya malin toa aja cemas ijo a cemas amana jaka keilingan amina takama cemas rui makaya lumungwa aurima kaya pasilungwa to aja kina kemudian nimazeka cawan nekanu ja sibaran amina cemas auri barain to anan mana manga sekala tinana kipapara parang za paroro to aja kama cemas latinana kemasaran to aja kama cemas jayau to soa jitaya ma mau malitayau Latina na pasususu sa kamaya to mana sini pajaja katenu takama cemas nuna matazwa manaruna sejajaran cina pororau to takama cemas ayakana dimikidiki ja pasmarau pau pipiso de janutin ama polat sakamali-mali Latina na suliva to soja kini adawan taja pingan